阿彌陀佛，多謝大家。我係林文傑生，咁本人代表大會，今年11月4號至19號，不但政府舉辦祈願大法會，不單止受到天父，不但政府邀請各派嘅大師大德者主持大法會，當中有一個好殊勝嘅時輪金光嘅觀定主持係咧，國師法王謝乾布傳個時輪金光嘅觀定。時輪金光咧，金剛經裏邊嘅最高嘅密法，因為佛陀傳咗好多嘅法門咧，咁啊，時輪金光係最後嘅一個傳法嘅法門嚟嘅啦。咁啊，希望今次大家多啲參加出席個大法會同大觀定。咁我本人都會一齊出席，到時大家一齊見面。今年不但政府特別舉辦呢個祈願大法會咧，為消災、世界上天災、打仗等等啦，希望大家得到快樂嘅環境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多啲一齊出席呢個今次嘅咁殊勝嘅大法會嘅祈願，咁啊，我本人鼓勵大家一齊，多謝。